我感觉一个人的时阵，心内真正足安静、足平静的。变做两个人了后，才是灾难的开始。我毋是无爱你，我是想要过一个人的生活，你知无？本家英去谈恋爱啦，分手1年多吼，还都唔听好话话的。请问我即摆是死啊？你敢敢家己一个人食麻辣锅？敢，你敢无？这算啥物问题啊？会问这种问题的人，基本上就是唔敢。这是关表哥丁志明。你好，我是方嘉莹，安尼介绍敢有清楚？你敢知影，因两个分手的时，伊哭到目屎流目屎滴。已经过1年啊，我今日看到伊，我才发现，我就想伊。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，若是一个人。